言论自由唔是一寡人会当了解的。来看这中国配偶官员伫咧做梦情，进前伊就捌讲过，讲这红旗啊紧早办台湾吵满满的不通言论。伊面书在今证实讲，依照两华条例等相关规定，认为伊有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的可能性，废止长期居留许可，也限令出境。因若这个官员离境进前，搁再呛讲呢，希望搁较早来同意。 我希望早日统一，争取孩子回娘家看望外婆。我听到你们怎么了？你们害怕了吗？透过影片表达不满，中配官员因为发表早晚红旗插满台湾，才会牵涉武统的言论，互人检举。后来点点啊深度争议影片，佮改名小辣椒持续大文。去年11月去马场顶纪念公园拍片，纪念强调5州等人，即马确定予移民署废止长期居留许可，并限令出境。 这个个案里面所碰到的问题，都是按照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》的联审会议通过的。去年3月，中配爷爷涉嫌鼓励武统，去予移民署限期10天内出境，搁捌去内政部前抗议。所来阮旗小薇嘛比较爷爷，共款伫月底互人赶走。同一年，捌伫花色正头路的中配前地。 互人也经营解放军民粹社团，先注销台湾身份，12月嘛，互人废止移亲居留。即马官员因为公开散布争议言论，认定有危害国安甲社会安定，移民署证实已经家己离境，给予当事人陈述意见，依法作出处分，并限令出境，兼顾依法行政及人权保障。其已于115年1月中旬依宪自行离境。恩琪在中国台湾省宣扬两岸一家亲，带上了中国红。 拿起了我们的五星啊！先关一下，先关一下。哎，先关一下，我跟你说。中配阮旗登去中国了后，共款用台湾做题材，继续做直播主。即阵啊，互人发现直播到一半，有中国公安人员加查落来，要求关台，互伊公家证书激动号出来。我是在为祖国做贡献的，大家。 好不好？加直播记录落来的 YouTuber 就这样表示，阮旗案例颠倒，互大家看到警察国家的本质。即阵也有中配伫网络报版繁体字，希望赶紧统一，就会当写简体字。对这样代志，内政部正式回应，无要统一。佮声明中华民国官方所使用的都是简体字。教育部表示，理解跨国婚姻和台湾争做多元族群，考量语言的适应，政府拢会提供过渡性的辅导甲协助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